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Avis，歡迎再一次嚟到輝啲系列。其實屯門 Ivy 咧係一個謎嚟嘅，因為你問佢有啲咩出名嘅科目咧，好多人咧都未必答得出。你問佢有啲咩出名嘅設施咧，好多人都未必答得出。咁所以今日咧就嚟睇下究竟屯門 Ivy 有啲咩特別，屯門 Ivy 有啲咩學科嘅人才啦。我想問下你喺屯門 Ivy 係讀邊一科咧？是設計那個手機。哦，那這是高級文憑來的，就是為什麼你那個時候會想讀這一個課程？我叫 Carrie， 我叫 Jessie。好啦，咁我想問下你哋依家係讀邊一科咧？讀緊紀律及服務咯，係咯，管理咯，係啊，紀律及服務管理，雙科嚟嘅。我即係喺商科裏面嘅紀律及服務。咁我想問讀完即係有冇話係你係可以直接去做紀律部隊嘅？可以啊。咁但係點解會揀 Ivy 咧？點解啊？因為毅進嗰啲我哋未夠水數咯。因為我哋係由 YC 升上 High Dip 嘅，係咯，直升噶嘛。係啊，所以就選擇讀 Ivy。咁嗱，我又有個問題啊，就係當初有啲咩事驅使到你去想報讀呢一科？即係自己真係想投入去紀律部隊，所以先至去揀呢一科。哦，係咯，係啦。為呢個社會服務，有冇話係即係可唔可以透露下大概係邊一個行列？即係紀律部隊。我就未諗到嘅，仲猶豫緊。無論入境、海關或者警察都可以咁樣。係啊，所以就猶豫緊咯。阿峰你好啊，你好。我想問下你喺屯門 Ivy 你係讀咩科咧？我喺讀基礎文憑工程嘅。哦，咁你當初有冇啲咩人或者事影響到你去讀呢一科？其實冇啊，就係覺得工程嘅前途比較多，咁亦都比較多出路，咁所以會選擇咗讀工程咁樣咯。對呢科都相對比較有興趣。機甲同飛雲。係啊。好啦，咁想問下你哋喺屯門 Ivy 係讀邊一科嘅？Engine 工程。係辦 diploma 嚟嘅。係啦。哦，咁我想問下，即係你哋有冇啲咩人或者事令到你哋當初去讀呢個 engineering 嘅辦 diploma？因為我唔知揀咩科好，咁我阿爸就求其俾一個建議我就接納咗啦。哦，飛雲咧？飯碟呢一個太少啱我哋咁嘅工程啦，男人都係做工程，係啦。所以就標榜咗就男人讀工程。冇錯啊！你冇理由讀化妝呢個定型咗喎，呢個。冇理由讀化妝咯，呢個。係啦。冇理由，都唔係男仔去讀化妝，唔係有堅力啊嘛。我都覺得冇問題，會有女人嘅市場。係可以教女人化妝。工程男人味啲啊嘛。不過我想問下文仔同埋阿黎，你哋喺屯門 Ivy 係讀邊一科咧？海事科技高級文憑。咁我想問下，當初有冇啲咩人或者事影響到你哋去揀呢個學科？冇啊，自己純粹中意咯。自己興趣咯，同埋中學本身都係主修呢一科。你中學係主修 apply learning 定係？唔係，我中學係喺學校選修科係讀呢個 marine studies。係啊。即係都係海事呢一方面嘅範疇。哦，係啊。所以你就對呢科係有興趣？係啦，本身對呢一科自己有興趣嘅。你讀這個有沒有什麼影響到你，或者是有沒有什麼困難？因為很那你有沒有什麼就是學了以後你覺得會幫助到你的？因為現在我看到有什麼 AI 的那個不一定要你要去開發這個東西，但是你要去測試怎麼用，也可以有這個收入的來源嘛。哦，那就是說，其實就是會比較好，那個發展來說，就是現在這個趨勢嘛。呢一科對你哋嚟講有冇啲咩困難嘅地方？英文咯，始終啲即係佢啲單詞就唔係你平時生活上會見到嘅咯，即係比較深啲嘅咯。同埋呢一科都有啲即係可能統計啊、會計嗰啲，所以就我哋嚟講就會比較辛苦咯，因為始終冇接觸過心理學啊、讀 law 嗰啲咯。但係呢啲嘢係即係將來即係你要做嗰個行業嘅時候，都一定係要知嘅。係啊，所以其實都好 practical 嗰啲嘢。係啊。咁呢個係困難位，咁即係最實用嘅方面就係你學完嘅嘢，其實你日後係可以應用到。係啊。
有冇其他嘢想分享？即係例如，仲有冇其他你覺得學呢一科係好嘅事情？你會識到好多 friend， 同埋會學到好多嘢咯。係咯，你會喺人生呢個讀 Ivy 嘅道路上領悟到好多道理。同埋都有好多實習嘅機會嘅。實習係指我哋而家準備5月份都會準備入民安隊，即係 training 啦。體能上你哋 OK 嘛？即係會話 fit 嘅我哋係 OK 啊，係啦，即係之前都即係我哋做開運動嘅，同埋 YC 嗰陣時都係讀運動，所以就喺運動方面、體能方面就未係會擔心嘅位，反而係擔心 interview 嘅位。係啦，即係可能啲英文能力啊，我哋再有待提升啊，或者係一啲臨時應變嘅情景啊嗰啲。最大嘅得着係學多咗唔同嘅嘢咯，即係例如，因為我自己中學就好似冇讀過物理啦，咁所以接觸工程係需要讀物理啦，同埋我自己數學嘅底都比較差，所以又會要再讀更多嘅數學嘅知識，咁當係溫故知新咁樣咯，係啦，即係有學啲新嘅知識咯，係啦。即係除咗溫故知新之外，亦都係可以學啲新嘅知識，即係例如物理。係，如果冇讀過嘅話咁樣。困難方面就英文啦，因為始終基礎文憑都係用英文去讀啦，所以我自己英文都比較差，所以喺睇題目方面就需要記啲專業字眼咁樣咯。係啦，同埋一啲式算式就都需要記得係計咩嘅題目咁樣，好容易有機會容易撈亂啊，或者搞錯咗嘅，係啦。有冇話有啲咩方法去克服佢，或者係睇多啲、記多啲、做多啲啦，都即係好簡單，其實冇乜特別話方法嘅。始終冇話太快嘅捷徑可以即刻熟晒所有英文，咁只可以記下啲專業字眼啊，一定係有啲字眼就會係知係計乜嘢數啊，或者用乜嘢算式去計咁樣咯。你哋讀呢一科嘅時候有冇啲咩得着咧？我今日贏呢個比賽，係啊，我哋砌咗個 model 用出嚟，紙整咗個模型出嚟，去鬥靚鬥穩固，咁啊贏咗。塔嚟嘅，冠軍嚟嘅。每一佢有個鬥高、鬥實同埋鬥穩，唔係鬥靚，咁我贏咗鬥靚咯。見到你嘅指甲，我就已經覺得你嘅模型應該係好靚。多謝多謝。佢係攞咗個風扇咁樣去吹，睇下睇佢會唔會冧咯。佢係冧嘅時候都好靚㗎嘛。我冇諗到，漂死得靚，冇諗到漂亮漂亮咁。但係你係個人賽嚟嘅。唔係4個一組，不過我同佢唔同組呢個。所以我覺得點解佢冇冧到，但係你冧咗？呢個我冇諗到咯，我係佢冇起唔晒咯，起個地基出嚟咯，咁整條橋出嚟嘅，咁啊個名叫做失落的橋啦，依家失落起唔晒嘛，失落咯。原來係話咁，我以為起得晒會叫咩？起得晒會叫做成功的橋，冇錯，講得好好。咁嗱，呢個係你哋嘅得着啦。有冇話你讀呢科有啲咩困難？即係例如可能專有名詞好深啊咁樣。都會嘅，係啦，但係都盡量咯，盡量去記下啲生字啊，係啦。因為我中學嗰陣冇讀物理，但係呢一度要讀 engine 要讀物理啦，所以就我唔識咯。係。但係都係會，即係有冇啲咩方法去克服呢個困難？重讀咯。認真上堂，努力學習，天天向上。覺得着係佢有得考啲牌咯，即係可能急救啊，或者其他仲有幾張細牌咁。每樣都學啲咯，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咩都識啲啦。即係可能今個學期要講星球啊、軌跡啊、太陽系啊咁樣，可能下個學期就要講翻啲機械工程啊、engine 嘅嘢咁樣，唔同嘅嘢都要學下咯。哦，咁我覺得咁呢一科係算係 under 係邊個 department？即係有 business 啊、IT 我哋係under 工程系嘅 engineering，但係我哋主要就係喺分院嗰度上堂嘅。咁一個星期就會過嚟屯門 Ivy 上堂一次咯。你哋除咗有呢個得著之外，有冇話你讀嘅時候會遇到啲咩困難？佢有一科係就係睇星球同軌跡嗰啲就難啲咯，因為佢好似係冇咩 formula，我係純粹要你自己睇出嚟咯。啲避碰規則嗰啲會好奇怪咯，唔同陸路嗰啲唔同咯。陸路佢會係因為唔同嘅情景，然之後因為個法例就會變咗好空泛咯。要換翻當時嘅情景，要先可以用翻唔同法例。唔可能你今次用呢個，但係下次用翻呢條都係唔啱咁樣。咁即係要視乎情況，而佢哋究竟要用啲乜嘢嘅 law 嚟其他 theory 咁樣實落去，係啊，先至係會可能 work 啲嘅。係啊，反而你要啲 practical 嘅知識，
先會可能先會理解得更加清楚咯。問我，度日如年。一言難盡。過山車即係一山還有一山高啊！哦，原來係咁，我仲以為你個 GPA 有咁樣添。都係咁講都啦，係咁講，一開始但係未高過咯。未上到去已經落後翻嚟啦。可觀，我覺得係可觀咯，即係我自己讀咗都差唔多接近1年啦，咁我覺得成績方面都係可以接受嘅。雖然我就唔係特別認真嗰一批啦，咁但係對我嚟講合格已經係足夠咯。那如果是新學的話，你想去哪一個學校，或者是哪個方面的學校？那如果出來工作呢？都在往其他方面。我即係話你，即係理論上你讀完呢一個之後，你會唔會係繼續升學，定係會係直接出嚟做？直接跑係咯，啊！直接就業啦。我而家嘅諗法係想升學住先嘅，始終我都想有個比較高嘅學歷，先至可能會出嚟做嘢。不過仍然會選擇打下啲兼職咁樣咯。你升學嘅話係都係會繼續係 Ivy 讀 High Diploma 嘅。係啦。哦，有冇話係想投身邊一科？因為工程應該都分拆好多唔同嘅科。我暫時嘅諗法係電子電腦工程嘅，係啦。因為當中就係一啲電腦嘢啦，咁我都有比較有興趣啦。同埋聽講係冇考試。升學咯，係啊，升學。但係會有冇話係邊一方面？都係工程啊，定係 HADI 嘅 design？猶豫緊。係啊，仲喺度諗緊，即係仲未確立到個方向咯。係啦，即係其實都好多個科目可以揀嘅，係啦。貼地啲就係如果想讀完之後想有份穩定嘅工作，就係想去讀埋嗰個工程嘅嗰啲。但係如果想讀興趣，就我可以去揀睇下可唔可以讀 DI 嗰啲設計科。即係你涉獵呢樣嘢都，我唔知算唔算你自己嘅興趣啊？定係可能有父母方面嘅嘢啊？父母方面咯，只可以講係興趣就唔大嘅，不過就用工作嚟揾錢，用錢嚟揾興趣咯。我嘅話係出嚟做嘢嘅。我都會出嚟做嘢嘅。都係做翻海事方面嘅。係冇錯。係，我想問係真係會有一個職位係咁樣，定係其實係做即係同機務都有關嘅嘢？佢呢個科係讀即係遠洋船隻咯，即係你係行船，我當啲水手啊、船長好啊、咩好嗰啲職位都關事。即係其實簡單啲叫基礎課程咯。我哋讀完呢個課程，跟住之後先可以上船，正式上啲遠洋船、貨櫃船、貨輪咁樣，先可以去開始工作，去慢慢考牌，再升職位上去。如果有學弟學妹想進來這一個學科的話，你有沒有什麼建議，或者是不建議的那個地方給他們呢？哦，那就是你試試看，你就知道自己喜不喜歡的那個感覺。那你有沒有什麼就是遇過？你知道什麼叫 free rider 嗎？你有沒有遇過他們？專心上堂。冇錯，雖然啲阿 Sir 講嘅都係廢話，但係其實全部都係精髓。係啊，真。出席啦，唔好爆。英文咯，即係我覺得英文就係啲比較重要。始終我覺得喺而家大專啦或者叫大學啦，咁英文就係相對比較重要。我覺得一小許嘅英文啊，只要記得住一啲嘅專有名詞，其實都可以喺考試啊或者係一啲測驗都可以合格嘅，其實已經足夠。你哋呢科，你有冇啲咩 advice 或者忠告俾佢哋？唔好入嚟，係唔好入嚟。我唔建議，比較辛苦，邊個話比較辛苦？係比較辛苦。讀其他可能冇咁多嘢讀，因為呢一科要首先要繪圖啦，同埋你要理解嗰啲，即係你睇下你之後想讀咩啦，再揀咯。
因為你繪圖都好難，未學過。即係睇得出你哋有好多新嘅嘢要去接觸。冇錯，唔好讀，唔好讀，唔係真係唔係人人適合。真係。即係如果你唔係真係想做海鮮就你真係唔想入呢行。如果你係為咗讀一個高級文憑嘅話，你有大把高級文憑係簡單過高級文憑呢個高級文憑嘅課程咯。即係你純粹讀嚟攞張證書嚟用嘅話，咁真係唔好讀呢個。但係你讀閒選嘅話，你都係得呢個揀啫嘛。同埋好似有間大學有一個。係啊，Poly 有一科有個學科係關於呢個，所以香港如果你要讀呢個關於海事呢個行業嘅話，淨係得呢兩個地方有得揀咯。香港有9間 Ivy， 你知道嗎？屯門是其中一間。你覺得屯門的 Ivy 出名什麼課程？電腦裡面的課程都是可以的。我學的課程，我覺得非常的實用，但是我覺得在我電腦方面非常廣，可以用到其他很多方面的各種方面的美術文，那個更多的你可以在我們遊戲之類的，我可以應用到，以後可以做到其他的國營課，但是我們學網頁設計啊之類多多那種不同方面的一個方面的，也是很賺錢的感覺。除了不一定，除了可能人家要賺錢，我怎麼在協作，也不一定。學得不怎麼好，但是可以擴建自己的創業那些的。屯門 Ivy 咧，即係 Ivy 咪有9間嘅，咁你覺得屯門 Ivy 最出名嘅科係？我諗應該係 IT 啊，係咯 IT 嗰啲咯，比較出名。咁你哋呢科算唔算係幾？真係小眾，即係冇人聽到呢一科。哇，有呢一科㗎原來咁樣，即係比較少係接觸到原來有呢一科嘅咯。佢除咗 IT 比較出名啦，咁仲有冇其他特色啊？如果喺屯門 Ivy 嘅話，最多人吸煙嘅地方咯。係咯，調多啲喎。而家冇啊，放咗學咋。就真係好多人㗎，呢度都好多人食煙嘅都真係。最出名嘅學科，工程。你覺得屯門 Ivy 最出名嘅科目係？最工程啊，好似因為好似其他好似冇得讀飯啲嗰啲工程，所以應該係工程，我估。唔知，聽你講海洋工程，應該係。屯門 Ivy 有冇啲咩比較出位嘅地方？冇喎。嗰度嗰間學校就大又大啲，canteen又靚啲。呢間學校比下去。follow。咁唔同嘅條件，嗰間係真係比較勁。真係。真係設計。嗰度嗰啲人行過都特別靚。咁你係咪諗住之後有機會就去 HADI 度成？會有諗過下。屯門 Ivy 最出名嘅學科係工程，都係工程。如果除咗學科之外，咁你覺得屯門 Ivy 有冇啲咩係特別嘅地方，或者係你哋置身於屯門 Ivy 會覺得屯門 Ivy 帶俾你有啲咩最獨特嘅感覺？近民居都係嘅。好似好多間 Ivy 都比較偏。除咗黑傾喎，除咗係黃黑徑喺長沙灣就會近，係啊。其他嗰啲柴灣 Ivy 就啱啱又離開咗，就啱啱喺杏花村同埋咩中間啦，係啊。沙田 Ivy 又喺火炭啦，係啊。青衣 Ivy 又喺個係啊，所以呢間係最近市區，係啊。呢間方便，因為我之前都讀過柴灣 Ivy 嗰個其他學校，咁但係呢間係會方便咯。呢間我出去買嘢食嘢咁樣都方便啊。我發覺我喺荃灣入嚟都好快咯。係啊，因為我自己都比較住得比較遠，入嚟讀書。拜拜，拜拜，記得耐啲讀書，記得 share 同 like 啊 ，follow 啊，唔係 follow，subscribe 同埋撳個叮叮啊！我可以將呢一段 cut 咗之後擺最尾。OK，好感謝你哋啊！加油！好啦，咁我哋就喺呢個屯門 Ivy 訪問咗好多唔同嘅學生啦，咁都知道咗大家嘅心路歷程啦，咁都知道咗原來呢度係有紀律部隊嘅一啲學科讀㗎喎。咁另外就係呢度係出名啲乜嘢咧？就係出名 IT 或者係 Engie。咁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，就記得 share 同 like 啊。follow 啊，唔係 follow，subscribe 同埋撳個叮叮啊！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Tell me